台南市真出名的台东夜市，因为经营权的问题，即马要分做2并来开。伫咧10月暗时，原底台东夜市的业者要搁重新来营业，不过说因为还未申请到许可，所以市府嘛去现场主动翻去摆档，而且嘛按算要甲业者罚1万至5万块。在下晡天时较未暗，台南市府市场处的人员就来到台东夜市，派人围起来，主动打上摆档。大家进来了，好不好？不可以进来，麻烦一下哦，今天不可以营业哈，这个夜市现在是非法设置的，所以不可以让你进来，不可以。因为经营权分开，加做台东夜市甲台东东夜市，不过本地业者早已准备要重新开幕，因为还未摕到设置的许可，其实已经算是违法摆档。到下晡4点左右，小连线已经有传好货打商要去摆档。这种钱呢，这毋是小钱呢。这安尼是安尼，一年无安尼损失几啊千啊加啊。多少钱啊？已经安尼已经停2礼拜啊嘛。对啊。台湾停2礼拜啊，嘛毋知要安怎样，大家当要有一口饭吃尔，啦，无要求啥。不可思议。有虾米？啊？有虾米？我们今天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货全部准备好了。那你叫我们怎么办？大东已经被我们视为是新秩序、新组织哈，范围都不一样，摊商组成也不一样，所以在法理上哈，我们对于新夜市要进行从头开始的一个审查。占地差不多700平，就摆的打商面对争议嘛，感觉真无奈。不过业者表示，已经甲申请营业许可执照的资料送出去啊。市长管理科讲要用全新的夜市。未来个重新审核咱的执照，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。毕竟这个夜市已经23年，而且也是原摊贩，90%以上都是原有的摊贩，只是不同的2个业主而已。要牵制摊贩，或者是对业主施加压力，我觉得这对摊贩其实都很不公平。市场处强调，虽然已经收到台东夜市申请设置许可，不过目前还未经过委员会审查，业者嘛还未摕到执照，依法会甲姓吴的业者罚1万块到5万块。接落来，若准业者唔听宣导，继续摆档，唔奈连续开单，未来无摆渡的断水断电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